尋秦喪屍記第一集穿越喪屍。項少龍從時光機跌落戰國荒野，剛站穩就見村民渾身係血，屍口撲來，佢本能抄起石頭反擊。第二集初遇善游，項少龍躲進破廟，撞見善游正與喪屍纏鬥，善游匕首被喪屍捉住，項少龍掟出隨身軍刀解圍，兩人短暫對視，善游急喊：呢啲喪屍咬咗人就會變，快逃！第三集烏堡疑雲，項少龍隨善游到烏家堡，發現堡內守衛神色慌張，深夜傳嚟異響。佢偷偷查看，見兩名守衛被喪屍咬傷，烏堡主卻下令封鎖消息。第四集製作武器，項少龍意識到普通刀劍難殺喪屍，用帶嚟嘅現代知識指導烏家工匠將鐵器磨成尖刺，浸上烈酒。項少龍舉起帶刺嘅長矛，話呢下能捅穿佢哋嘅頭啦。第五集屍潮突襲，深夜大批喪屍圍堵烏家堡大門，有嘅甚至爬牆而入。項少龍帶領守衛用長矛刺喪屍頭部，善游則喺屋頂射箭掩護，特寫隻喪屍突破防線撲向孩童。項少龍飛撲救下，長矛直插喪屍頭顱。第六集揭示源頭，屍潮暫退。項少龍審問被俘嘅瘋癲方士，方士事後係趙王練長生藥，練出咗屍毒，先染咗士兵，再傳村民。第七集廷芳遇險，烏廷芳不服項少龍躲住打嘅策略，獨自帶護衛去查趙王軍營，結果中咗喪屍埋伏，護衛全滅。廷芳被喪屍逼到懸崖邊，遠處突然傳嚟項少龍嘅呼喊。第八集營救廷芳，項少龍騎馬趕嚟，用長矛挑飛圍攻廷芳嘅喪屍，拉住廷芳策馬狂奔，身後喪屍緊追。項少龍突然轉身，將浸咗烈酒嘅長矛點燃，掟向喪屍群，火焰瞬間吞噬一片喪屍。第九集聯手抗趙，項少龍意識到單打難敵趙王勢力，說服烏堡主聯合善游嘅義軍，三方喺山谷設伏，等趙王派嚟嘅喪屍軍隊進入陷阱後，滾石、火箭、長矛齊發，喪屍成片倒下。第十集暫平危機，喪屍軍隊被消滅，趙王煉丹嘅宮殿亦都被義軍燒毀。項少龍站喺廢墟上睇住善游、廷芳等人整理裝備，突然遠處又傳嚟喪屍嘅嘶吼聲。